时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云林口湖乡一间幼稚园，为着要让小朋友来了解到5日节的由来甲民俗，特别准备这种陆地上的龙船，让小朋友来体验，嘛就有这个活动来培养着囡仔团队合作的精神。 囡仔一个听到鼓声就一直冲，为了要让囡仔了解5日节的由来甲相关的文化，口湖乡这间幼稚园特别准备陆续的龙船，让囡仔去体验。虽然甲传统的龙船无同款，不过这囡仔拢感觉真趣味。那以后啊，长大如果有机会让你在水里面划真的龙舟，你会想试试看吗？是啊。 园方表示讲，其实去年5日节就是要让囡仔体验啊，不过因为疫情影响，才会无办。今年因为天气的关系，是先好来学校托育的囡仔算看卖。 希望未来和大家囡仔拢算会到。少数的孩子有来学校托育，那我们决定不要再错过今年的端午节了，我们就让孩子他们来体验划龙舟的乐趣。那好囡仔会使感受到节日的气氛，嘛，互因培养团队合作的精神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